那这个案靠近我们的这个南科科学园区的周边它可以提供南科很多的厂商还有一些就业人口，还有青壮年的这个新婚的家庭大概都可以来申请入住。那这个案由市政府提供土地，中央来兴建我想这个工期大概4年完成之后大概也是我们南科区周边第一个大型的社宅基地。这个社会住宅的规划的部分比较重视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地面层的部分我们会大量的规划开放空间，然后没有围墙然后能够提供比较低的建蔽率。那第二点呢，就是停车空间的部分，我们会提供足够的停车空间。那第三点呢，比方说我们也强调3大标章，包括绿建筑、智慧建筑以及耐震特别监督这3大标章。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中央与南市府携手推动社会住宅，目前规划中及新建中的社宅已达到7000户。在台南由国家住都中心新建的社宅共有6处基地，超过2000户已经完成招标。台南市政府会持续与中央合作，继续盘点新的基地，提供新建社宅，照顾市民居住需求。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居住正义居正3件，一个是社会宅，一个是租金补贴以及包租代管，一个是囤房税。台南市是全台湾好像6都里面第2但南部里面第1个通过囤房税的县市，所以我们棍子萝卜都有，希望给我们青年朋友好生活。每天在南科或者在主要道路上塞车，要塞一趟要塞30分钟是40分钟，2趟要塞1个小时。那在这边住在我们的新市安区就很方便就走路就可以到。看看周边的建案。这边的建案，这边的建案，一坪都好贵，但是我们的新市安居一定是大家负担得起。不管这个土地是我们台南的，还是我们梅河国产署的土地，或者是我们自己盖，那都是希望说能够让年轻人有更好的住宅。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18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占地大约6.7公顷的林德运动公园，内面有篮球场、网球场、佮游泳池，佮2座标准的垒球场。不过游泳池因为无厂商愿意来接手，加上设备老旧，所以议会民政教育委员会上午前拢会刊，希望游泳池会当活化。同时嘛，争取第4座专门运动馆，会当设伫林德运动公园。伫台南市议会民政教育委员会召集人许佑仁甲林美妍的号召，包括委员会成员严爱达理，以及南关线在地议员杜素银、郭凤仪、吴宇环甲郑家新等，以及市府体育局长陈良乾甲林德区长，上午是伫会刊林德运动公园。一方面希望争取游泳池的活化，另外嘛希望争取咱市第4座的专门运动馆会用来设立林德运动公园。仁德运动公园的一个会刊，那我们是希望能够把符合国际标准赛事的仁德游泳池做活化，然后搭配我们体育局新成立之后的全民运动馆的闲置跟设置在我们新东区，能够联合把经营的一个条件提升，让我们的闲置的空间可以活化，还有新兴的一个场域可以建设出来。至于经费的问题，市府体育局长陈良乾嘛回应，希望会用利用112年全国运动会伫台南举办，以及争取2024年全国中等运动会经费来征收活化。至于专门运动馆，如果会用利用娱乐中心来改建，嘛是袂歹的选择。
如果你去盖一个新的馆的话，可能经费要花很多，那时间也会拖得很长。那刚好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仁德区的运动中心在这边闲置着，那我们就从里边的结构体下去跟它做一个规划。那这个包括这个1楼的这个羽球馆，还有地下室的柔道馆啊，跆拳道馆啊，还有这个桌球馆啊，这个都可以来整建。尤其我们明年全国运动会的卡巴迪可能就是在这边比赛了，那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把它兴建起来哈。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游泳池，那游泳池我记得2年前教育部体育署也有来勘察过。那当初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原址能够盖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游泳池。那其实这个花费的经费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勘察了以后，我觉得说这个游泳池如果能够来把它优化，来把它整建，那包括这个未来提供给我们民众使用，或是这个办这个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其实都可以的。除了游泳池的活化，加争取专门运动馆，另外周边停车的问题以及公园内道路征收拓宽，议员嘛希望体育局会用一并来处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社会局第1届甲马场合作，互新众朋友甲马仔互动、骑马仔，甚至透过马术做治疗，希望用创新甲多元的服务，互新众朋友真正受到帮助。伫市区西边广场突然出现一马仔，相当险巴，不过详细一看，来骑马仔的拢是身心障碍者。伫专业人员的协助，因为肢体无协调，要将马仔有一定程度的障碍，所以面对丢毒唔敢的，就需要耐心加鼓励。例如原来在市立美术场的经营团队所成立的台湾马乐火山庄，为了推广骑马仔趣味，一直用免费体验来回馈社区。这回经首次甲社会局合作。对甲马仔录卡架片降低敏感的活动开始，加上长期研究来看，马术就是一种复健治疗。不管是身心障碍还是身体障碍的，其实跟马匹的接触那种互动是很好的，因为他们比较跟人互动比较不 OK， 但是跟动物的互动，它可以渐进式的。譬如从一开始的，他们一开始看到马是很兴奋，但是是害怕的，因为马毕竟比较高大。但是他们慢慢接近的，从他们帮他刷毛，我们一早来也是让小朋友让他们去接近，让他们去刷毛、摸马，然后再来喂他们吃红萝卜，然后再来让他体验上马。那体验上马是这样子，小朋友都想要上马，其实他们今天来的都是大朋友，他们都想要上马，但是他们肢体上有一些不太协调，上不去。那这个时候就是要多一点耐性跟等待。所以他们其实社会局他们是很贴心，他们让一般比较不敢上马的，他们还是有一些比较过胖的，他们就是让他上马车，马车来以后他们就可以骑马这样子。但因为看到新疆者甲马仔接触以后的互动真好，所以台南市社会局利用公益彩券回馈金当中的正向支持服务计划来甲马场合作，邀请6个单位50个新疆者陆续来体验。社会局其实有发现说，我们有非常多的身心障碍朋友，其实在社区当中，他可能因为他的疾病或是障碍的关系，他在跟人的接触上其实会有一些困难。那沟通上的困难就会导致他们有一些严重情绪行为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社会局在110年开始，我们就有一个严重情绪行为身心障碍者的正向支持计划。那这个正向支持计划，它其实就是用比较尊重的态度，我们需要用比较多元的方式去观察这些障碍者他们说不出来的议题是哪些。那透过这样子的观察，我们其实可以透过一些比较减敏感或是比较正增强的方式，去引导他们用正确的方式表达他们的需求。那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办理这个就是马术体验的活动，其实也是有发现，就是在我们过程当中有发现，其实像是以自闭症或是说脑麻的孩子，他们其实在跟人的互动上相对而言是比较困难的，可是他们在跟动物的接触上其实是非常自在的。但是用创新骑马的方式来服务新疆朋友，设计多元的活动来刺激，相信对着改善情绪行为、减轻家庭照顾压力都有正面的效果。台南新闻军职林英光采访报道。
由台南市观光旅游局主办111年新南向旅游导览人员的培训，经过6礼拜40多点钟的上课，历前举行授证仪式，包括越南甲印尼籍的人员，今年总共有21位完成训练。为疫情后，在地外语导览人才方面培养新人。随着国境的开放，国内疫情渐渐解放。市府观光旅游局推动新南向旅游导览员的培训，今年已经迈入第2档，总共有21位的学员，包括15位的越南以及6位的印尼籍。日前举行结训典礼，由观光旅游局副局长林国华一一来授证。感谢我们21位的新生力军加入我们台南观光的这个团队。那你们就是我们的左右手，因为我们人力不足，或者是语言上能力的限制，也要透过各位的帮忙，才能把台南的观光，尤其是南向来的朋友的这个好朋友，这个服务的周到了，这个完全。那在此代表市长黄伟哲跟我们郭局长，代表他们2位来跟各位感谢。把学办的任务呢，对我们的信任，把学办的任务呢，交给我们学会来办。这边呢非常感谢。那么当然呢，这中间有很多讲师，还有工作同仁，以及呢我们学员们，大家都牺牲礼拜6的时间，整6个礼拜嘛牺牲整个礼拜6的时间呢，来研习这样的课程，非常不简单。今天呢做一个结束，也恭喜各位呢拿到这样的一个证书。这届的培训课程由市府观光旅游局委托中华台越新住民关怀协会来办理。课程的宗旨主要发挥新住民多元的文化加语言的优势。培训的对象是新住民加伊的子女，或者是外籍学生加外籍工作者等，希望能够借此培养加旅客沟通的良好观光服务人才，吸引更多东南亚国家的游客到台南观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速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国师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速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
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啊，我是送互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行生计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2022官田菱角季10月22号将伫个葫芦皮自然生态公园登场。因为乌色的菱角被外国人叫做夜婆，所以今年嘛特别加入万圣节的特色。东港将有真侪菱角体验的活动，欢迎民众前往佚佗。秋天是菱角的产季，台南市上大的菱角产区就伫咧瓜田。为着要推广菱角的特色，区公所每一年拢会举办菱角季。过去有报道指出，乌黑的菱角，互外国人叫做夜婆。所以，这摆特别结合万圣节的元素，将菱角搭上黑魔女的面，相当趣味。过去大家看到菱角，想到菱角就安尼啊，今麦大家想到菱角有安尼，这个就是文创，这个好玩的东西哈，尤其小朋友。现场有用菱角做的创意料理，而且还佫有侪侪菱角相关的农特产。除了会当食之外，伊的壳其实是具有多功能价值的五金。会当做成菱角染以及非常环保的菱角炭。区公所嘛将菱角产业甲在地产业做结合，带予民众创新的菱角经济。那大家都知道，想到关田就想要菱角，想要菱角就想要关田。菱角台湾的菱角产量，关田大概占80%左右，那是台湾最大的一个菱角产地哈。那今年我们菱角节的活动现场，我们有很多跟菱角有关的 DIY 的体验活动。今年菱角季的主题叫做哈罗菱，活动当港嘛安排各式各样的摊商展售、创意菱角料理试食以及精彩的表演节目。附近还佫有办菱角的体验，欢迎大家伫10月22号前往瓜田葫芦皮自然生态公园佚佗。瓜田菱角季 Halloween， 欢迎您。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2022台南购物节购潮趴，除了有台南竞选好物的展售会，佮邀请人气团体原子少年土星带来精彩演出。市长嘛伫现场宣布提供第2台汽车，作为台南购物节抽奖的大奖。上行的人气团体原子少年土星伫舞台顶唱歌跳舞，将现场气氛擦到上高点。台南购物节购潮趴伫星光3月台南新天地西门广场热烈登场，市长黄伟哲嘛出席为购物节做宣传。活动一直持续到年底，只要凭发票上网登录，就有机会抽中汽车、电动机车、机票、iPhone 14等侪侪好礼。黄伟哲嘛当场宣布，搁加码1台汽车。那今天我们在这边有 Toyota 的这个车长，那市长要再宣布一个我们的大奖
是一部 Toyota 的汽车，好不好？好。现场还佫有台南好物展售会，市长嘛一一甲每一个单位做互动。台南购物节嘛将展开一系列快闪活动，目的就是要带动消费人潮。想要了解更较侪资讯，会当上台南购物节网站查询。台南新闻综合报道。根据健保局统计，在疫情进前，一档有430万人因为鼻窦炎就医。疫情以后，虽然呼吸道的感染减少，不过鼻窦炎也是有223万人。基于病医表示，鼻窦炎的患者透过3D 立体定位的微创手术，已经大大改善，而且健保嘛已经有条件给付。根据基比下中心耳鼻喉部医生李金哲表示，一位48岁中年男子因为慢性鼻窦炎合并鼻塞肉不时发作，接受7摆手术拢无好，已经鼻无味长达2冬，后来再次发作来到因病院，经过完整的评估，发现是第2型发炎反应所引起。他这一次呢，是因为反复性的鼻窦炎合并鼻息肉的发作，因此来到我们的耳鼻喉科门诊求诊。他之前已经接受过其他外院的7次的鼻窦炎手术，仍然在一直复发中。那在2020年之前呢，他就有发现说他的左侧的鼻腔的嗅觉呢就已经完全丧失，因此呢，连同这样的症状呢，就来到我们的门诊。那在我们门诊呢，我们有帮他就是做内视镜内视镜的那个检查，然后还有做电脑断层的检查，发现他除了有复发的鼻息肉之外，在抽血的部分呢，也有发现他血中的嗜一红性球，也就是嗜酸性白血球的数值呢，就异常的上升。因此，我们就推断呢，它是属于第2型发炎反应所造成的慢性鼻窦炎合并鼻息肉的症状。针对这款严重的鼻窦炎，病院安排3D 立体定位导航微创手术，健保已经有条件给付，而且器械点到倒，影像拢会当同步反映所在位置，甲过去的手术比较起来，大大提升精准安全。那目前呢，我们传统的内视镜手术呢，因为目前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属于鼻窦内视镜手术，它是由我们鼻孔的自然开口进去，那外面呢就不会有伤口。相对于呢过去呢，我们会把整个脆配把整个脆配给翻起来的这样的手术呢，它的伤口会小很多。但是这样的手术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因为我们的内视镜进去呢是属于2D 平面的影像，因此呢在立体感方面，还有就是在鼻窦里面的一些死角，可能就没有办法呢做到这么的干净以及这么的详细这样子，这么的深入，而且接近眼眶啊，还有就是脑部的时候呢，也会担心说会破坏到这些结构这样。所以呢，我们引进这个3D 立体导航手术，可以让我们医师呢能够及时的在手术过程中知道我们的器械放在哪里，然后也可以知道我们的病灶在哪里。根据病院统计，目前依照这款手术治疗，对2020年8月启用以来，到2021年已经完成155人次，迈向精准医疗的一大步。台南新闻顾文吉、林英光采访报道。较有年纪的观众朋友应该捌听过若保少大歌厅，现主时这座歌厅已经拆除，变成一栋一栋的透天厝。不过，若保少大歌厅过往的风华，也阁保留伫当地里长附近店家甲老艺人的记忆当中。因非常怀念迄段将气混集、繁华闹热的时光。从房间里拿出一本几年前熊女做的一本蓝宝石大歌厅的研究报告，里长和老艺人田文仲回想当年蓝宝石大歌厅的演艺盛况。当时田大哥也曾在蓝宝石担任主持人，看到电视台的歌星纷纷登台作秀，现场歌声欢笑声不断。白嘉莉啊，也来这边主持过了，杨小平啦，崔台青啦，这些人当初都是刚刚出道的。但是他们没有地方表演，在民间只有歌厅，电视台他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上得去为什么大家都要想看呢嘛？以前唔捌看到明星嘛，只是电视台看你那呢，所以大家拢爱要看伊庐山真面目，
生做安怎安呢？而当年的蓝宝石大歌厅是从八德二路穿过这一栋建筑，进入同爱街35巷，而现在的蓝宝石已经变成一栋一栋的透天厝，而河南二路则是后台艺人从这里离开，而原本聚集在蓝宝石附近的戏院歌厅都已经消失，不见当年繁华。那不就做要真好的时阵哦，唔只有迄个喜相逢，哦啊喜相逢了，对，啊佫有一个京都。啊，搁一个今日行，哦，啊，那无这个边迄阵，遐人咧闹热的时阵，就是有一间东南戏，一间西北戏，啊，甲那无就哇，那个时候那个人潮之多哦，真正用客啦。我在蓝宝石歌厅正对面开钟表公司，那个是45人啊，时间到了，那个人很多了，好。几百个很多了。蓝宝石大歌厅兴盛于民国60年代到80年代，当年电视不普及，娱乐项目不多，到歌厅看明星表演是流行奢侈的享受。但随着娱乐项目多元，歌厅秀渐渐变质而被取代没落。我是觉得让人家回忆当初蓝宝石盛行的时候，啊，文化局要来重做这个事情，我是觉得蛮有意义的。非常不错，让以前的人哦，那不就这样的，这样的请啊，这样的就拢是这大牌明星乐在主持啊，大家真是要去看，去回味一下，我就觉得还蛮不错的。对你现在要回味蓝宝石，也没有那种人会来做这个，诸葛亮没有了。高雄曾经是歌厅秀的发源地，虽然歌厅秀最后受到黑道和恶性竞争的影响，退出娱乐市场，但在台湾的娱乐产业中仍是不可磨灭的一页。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